上一屆英超咧過咗10日8日啫，到而家你哋知唔知邊隊英超球隊咧變化最大啦？答案係曼城啊，3個助教全部離隊，咁而意外地啊，哥迪奧拿聘請啦係前利物浦幫過羅渣士、幫過高普嘅助教啦，係連達斯嚟到做第一助教，代替59歲嗰老人家嘅利勞啦。於是乎啦，啱啱代替碧格利斯坦上任做總監嘅韋亞拿啦、哥迪奧拿、連達斯啦，已經諗到一個啦下一季嘅方案。以下咧有9名球員啦，據聞都會隨奇雲迪布尼離開㗎啦。不過有幾個咧，我有疑問㗎，先數俾你聽啊。獲加、加雲菲納斯兩個門將啦，阿達臣摩拉斯同奧迪加啦，奧迪加陰公啱啱做德國國腳啫嘛。基亞利殊、根道簡、貝納杜斯華、艾基同馬迪亞斯、紐尼斯，基亞利殊就最大劑㗎啦。轉會費最高，人工亦都最貴嘅。咁另外嚟到艾基咧係傷啫，其實佢係打得㗎。今日我覺得最值得留低嘅啦，因為舊年啦下半季成日穿打右閘嘅馬迪亞斯、紐尼斯啦，可以留低做萬能老官嘅。咁夠膽簽咁多個人啦，即係要買入好多個啦。我就奇怪啦，曼城最近呢幾個月的確煙消雲散咁㗎，佢129條罪唔使判㗎，定係新任總監曉高韋亞拿加埋哥迪奧拿同埋連達斯收到信號啦，喂，喳臨呢個窗換埋人佢啦，可能真係啲東窗開始啦，要被罰㗎啦。咁如果係咁啦，曼城加人嗰度咧幾條戰線㗎。第一，梗係丁丁代替者係邊個啦？傳過阿韋斯，但已經啦，唔制啦。原因咧就係太貴啦。嗱，今朝更新嘅信息啫，利物浦咧上一個報價啦1.3億歐啦，利華古遜已經 say no啦。利物浦而家再加碼去到1.41億，睇下得唔得啦？好啦，冇咗呢個啦。曼城要丹尼奧莫，但係又傳過啫。但係其實有冇推進過啦？冇乜跟進報導㗎。不過跟住有一位啦，似層層啦，就又係叫連達斯喎。AC 米蘭荷蘭架炮手6000萬歐元嘅報價，好似層層㗎啦。但突然間 AC 米蘭又有變數啦，就已經官宣咗啦，艾力尼二進攻嚟到執教 AC 米蘭，會唔會有變啦？到而家都未知。除咗架炮手之外啦，你要清10位球員喎，一定要再買啦。今日有2個啦，冷門啲咁多㗎啦。里昂21歲嘅翼鋒卓基可能會加盟啦。此外咧就狼隊嘅艾迪羅利啦，係踢左閘踢得唔錯㗎，索價5000。咁嗰迪奧拿咧據聞啦應該會博取啦，因為佢覺得咧加華迪奧爾打過呢個位啦，嘥咗加華應該打中堅㗎。咁另外咧就奧拉利咧腳法好啦，做閘亦都可能有啲浪費。反而以往咧文迪打過呢個位啦，正宗嘅左閘哥迪奧拿啦係最有安全感。咁不如揾呢個啦，年僅只23歲嘅亞爾及利亞國腳咧艾迪羅利過嚟啦，係打正宗嘅左閘。以上咁多單曼城新聞，邊一單你有意見呢？